起还来这边，感谢各位。然后这杯等一下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放在那边，自己想喝就自己拿哈。我有准备2瓶，对，感谢各位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奇怪的时间，还有大概1分钟，那我们继续。哦，我还有副歌，因为它烫不了你的舌，也烧不了你的口，喝醉吧，别考虑这么多。哦，它烫不了你的舌，也烧不了你的口，喝醉吧，不要回头。没有最后一句，这主持人的，我要准备倒数，等一下说准备倒数是这样吗？就是给你的。哦，是给我倒数是不是？等一下，现在还有30秒，各位现在还有30秒，现在有点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杯子没有酒的赶快装满，赶快先 refill 这个没有酒的过来，快点，没有酒的过来，没有酒的上前，快点，快点，各位靠近啊，等一下怎么有烟机啊？没有酒的过来，等一下，45了，哎，你们不要那么害羞，哎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！感谢各位。烫不了舌，也烧不了你的口，喝醉吧，别考虑这么多。我不唱了，我要跟你们唱。新娘的酒。谢谢2021的你们。好，接下来这一首歌。